Hello，各位爸爸媽媽，大家好，我係 Miss Carol，一個香港嘅幼稚園英文老師。最近有家長問我，如果小朋友唔學 phonics，係咪就學唔好英文㗎？其實唔學 phonics 都可以學好英文嘅，就好似我哋小朋友學廣東話咁樣，細細個佢哋都冇學拼音㗎，又咪一樣可以識得聽、識得講，學英文都一樣。如果屋企可以營造一個英文嘅語境，每日放咗學，聽下英文歌，睇下英文卡通，晚上你又同佢講下英文故仔，有呢啲語境，小朋友一樣可以聽得明，講得出英文㗎。但係如果小朋友完全唔接觸 phonics，咁以後讀咗小學，佢默書就會有多啲挑戰啦，要夾硬寫串字，對小朋友就比較吃力。phonics 咧係一個工具嚟嘅，可以拼到七成嘅字，餘下嘅三成，例如 you、one、the、two、this，小朋友要睇多啲書，呢三成就靠串，咁樣學起英文嚟會比較輕鬆。下次嘅短片我分享一個，就算小朋友學唔學 phonics 都好，學識咗對學英文都好有用嘅小秘訣，就係分音節。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